家人登去病院，早中到12:26的左右，公楼尾顶13楼有烟呛出来。消防人员随去救援，发现是13楼的电机室着火，遂甲火拍花。院方也甲共站楼等咧洗油脂的病人59个人，甲17个重症患者疏开到别站楼。加在这阵意外，大家拢真平安。 消防人员赶到13楼，眼前冒烟散雾。3中到12:26，消防队举报家人中间病院发生火警，赶紧到现场随摕热显像仪侦测，发现导火点就伫电机室，赶紧游水线灭火。但是都有安全门这阻隔开来，而且天花板都有到达墙壁所以有效的去阻隔浓烟的乱窜。 院方顶礼拜早完成消防演练，人员疏散真紧。伫导火楼站13楼，59个洗油脂的患者拄好交接班，所以唔免开时间备检，直接疏散。共站楼17个内科加护病房的患者，分别疏散去9楼加护病房加急诊室。若是12楼好甲在火昏无清之外，46个患者加医护人员就地避难。目前没有任何的人员的受困的问题。 消防局表示，紧急关安全门会当有效阻挡火昏，病院使用的防火材质避免火炭伤紧，有助更加快速控制场面。院方嘛认为，平常时的消防演练有助这个紧急事件的疏散。非常幸运，它是在顶楼，所以浓烟几乎没有扩散到病房或是同一楼层。我们平常有定期的一个自我防火、消火的演练等等，那包括人员在第一时间，包括做一些人员的分组。 针对当日有紧急洗油脂需求的病人，院方安排去情人王园区进行。卫生局是监督院方，要确保洗油脂甲重症患者的后续权益。导火原因也有待调查。这个火灾敢若影响13楼，院方是讲损失范围初步判断无大，希望会当赶紧伫礼拜5就会当过洗油脂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